哎呀，各位聽眾，各位歡迎都來收聽邊啲福建嘅節目。我能做人做咗20年，講甲請起來做人人起來甲我講，人做甲未停，所以當然佢咪節目嘅第2集講。嚟當今咱會介紹對咱嘅即個先特別嘉賓先到啲。這邊嘅位是什麼啊 ？Zoom 嘅位，特別嘉賓，好是講嘅 Zoom 嘅位，等下先招先介紹先，唔是先招啦，頂到把起個節目啊，真久是10年前，就是跌鬼是福建話 straight ski 嘅跌鬼，歡迎跌鬼啊！我知道，我都學到我都腦刀，我知道我對別人嘅事，都對，啊，啲啊。考慮記Bahan baru apa? Kau tahu leh? Di Tanjung Bunga kopi tiao 就炸粿條誒，對，我頭啲裏邊啊，我看到你邊邊啊，我講誒，是唔是路啊嚇？因為我講我朋友啊，講我係一段你條朋友同朋友老朋友同朋友講誒，這是路啊，走去舉用嘢就是伊，然後佢一道是人去 SKB SKB 對。SBK 新聞機對，OK 嚟，咱個嚟介紹就係個另外一個我嘅content creator，就是阿龍，歡迎阿龍。Hello， 大家好。然後400係咩嘢？我冇咩講緊有本啊！我教講嘅。400好了，歡迎400好了。Hello，阿達 look to create content 咯。嚇，係咪嚟？阿達啱啱做錢咯。冇啦，我冇做錢呀。做紅事。以前會講句歌數咧，冚啱。紅事。個我人趁即做第一隻人嘅即個。古靈字，你一個另外聽唔見知道會對嚟即禮拜會對嚟講講伊做係咩人嘅事，佢做法國人啦，是做馬來西亞人，然後個即係鬥嘅人，可能鬥嘅人。大家好。然後個困起啊，為我到底鬥開拍就一串嘅事，為我誒超啫。大家好。一睇就愛困嘅嘛，你 camera 把它鬥啲視力。有個酸 because 我徛幾名。係咯。對，我了解。然後嚟講到啲同啊，咱冇講到嘅 content creation 做人嘅話題，做人。同埋冇講到就是等你三百八站我係講伊做咩人。OK，so 我開始做人嘅是COVID 前一年，so 前一年是因為我喺法國แล้ว我有19年，แล้ว我去 cosmetic 係咪嘅了嘛？so 紅險 COVID 嚟嘅時候，這個 brand 嘅了 panic 起來嘅時候，แล้ว伊人就是 outsource 人家是 production company 啲嘅人做嘢。所以就判掉我這邊咯。什麼意思？係咪做咩事？辦呢個咪叫 outsource？因伊公司 confinement 嘛，冇人。所以意思講，意思就是講，伊未請人去下邊去做，所以伊特別叫人自己到處做。冇唔是，因為 COVID lockdown 嘅了嘛，แล้ว冇人會出門，冇人會去 physical store 邊。哦，明白。所以伊人愛做錢，伊人愛做錢去 digitally。online 賣人哦，所以伊人這個 brand 嘅了就 outsource 和 production company 去做咯。做咩人去未做咧？有冇 expertise？ 伊人干那 cosmetic brand 嘅嘛，伊人裏邊冇 production。哦，所以伊人就是。特別接落來唔是 already 請到別個 production company 做咩 ？production company？ 對，就是伊人請一個 advertising agency，like。大 group 咪啦，然後伊人嘅 ，I think 伊人一年嘅 contract 有I think 有10幾 million 嘅。所以特別意思係做，就是特別做咩做風險，叫人做嗰度，伊人大家未做，被 produce content 咩？因為是這個 advertising firm、advertising agency 去包落來嘅了，所以伊人 anything
to advertise 啦 product 是即係 agency 做嘅了嘅。So 上個我使講名，上個會使上 publicist group อันนี้款嘅物件，然後讓聽過 Leo Burnett。Review and acquiring， 特別我不明白是做咩事，伊人一般你大家用還是 maybe 用 Leo Burnett 被 produce content 好樣咩？做咩事？冇伊人冇 ，OK，so Leo Burnett and acquiring 公司是干那做伊人嘅 campaign direction and acquiring，so 伊人個落來嗬做 production company 咯，所以隻 production company 佢咧本是 under publicist group 嘅。所以 advertising agency 請人去 create 伊物件然後其中一個是伊名叫 straightforward， 叫 content factory， 做真工巧。然後嘟好 I think 嗰時我個嘟好有啲伊人嘅 list 裏邊，所以伊人真正快就 contact 咗我。然後就去做咯，然後我第一嚟做錢嘅工是一個 brand under L'Oreal Group 嘅，叫 Elena Rubinstein， 睇過有？伊是上加L'Oreal Group 裏邊嘅 Estée Lauder 嗰款，伊嘅 level 啦，所以我地頭去翕嘅時候，成個大馬人地接嘅時有講過咯，伊 client 愛安尼款愛安尼，所以我地頭接嘅時 briefing 嘅時，愛翕咗就，伊下 director 行過嚟講，你特別對了我人嘅 brief 裏邊嘅物件，準啊，特別叫想象，angle 嚇，你 angle 會準嘅了，你別使家己下，你家己嘅 creative decision 落去。然後我講 OK 啊 ，OK 咯，成個大馬人第一次講啊，做嘅。少。我無暑假，我 feel 到無水運好，我本都未做嘛。所以 OK 咯，我講係咧運好啊 ，no brainer 嘅隻 project， 我 execute 我兩年咯，然後做咯，然後做一兩年個嘅，然後 actually 你會看到伊拉物件裏邊是像，成個 cosmetic and 款嘅 industry 啊，伊拉嘅物件像嘅，like 即係內裏裏邊啦，我翕到真係濟刀，係一種 model and 畫水咁 and 款，即係翕來翕去是像嘅物件，像嘅，然後佢後就 feel 到講OK 會 explore 別嘅物件。然後就慢慢 explore， 咧接到香水，然後翕到淡薄香水，安尼款物件咯。然後後尾有翕到 campaign 安尼款啦。然後安尼咯，然後整兩年安尼款吼 ，economy 就慢慢 slow 落來啊嘛，慢落來啊。然後無嘅濟啊。然後淡仔冇講到講話即個。特別做咩事？我要接你跟另外冇咪，所以你是，特別你是講伊人較早嘅時，我不知 understand 看，伊人 normally 是 agency 是叫，較即是叫啥個已經出名大嘅 photographer 去翕嘅啥物，你是 during pandemic 嘅時 ，maybe 樣 photographer 未 travel， 還是樣嘅 production 都未真係細啊，佢一個 start 叫佢哋較細 content creator 做嘅物件，是唔是？本有。伊人愛 manpower 就對啊，因為這是風險來嘅嘛，你 COVID 嘅時，你 lockdown， 你真係物件袂做，แล้ว還是伊人本 panic， 因為伊人風險看到伊人 sales， and 一個保險就係所以伊人就是愛 manpower， 所以還是有。咁咪是 in a way， 你想學你一個機會。對咯 ，expose to 較濟你較大嘅票頭後面嘅咧，是咯，你知你caliber 你工啦，你料，是咯，然後即係阿未翕到伊人嘅物件之前，伊人本看我翕嘅效應，伊人講嚟我嘅 sensibility on beauty 啊，是蝦米？是快有。上個有一個 level 嘅啦，有一個 standard 嘅，
唔是上加為 photographer 凊彩 hit 啊，安尼款的嘛。So 安尼我感覺到你做物件愛有方向咯，愛有 direction 咯，了 client 會之後知你是按照款的做人人，是吧？先嚟講咯。等陣，我會 pause，我會問我是另外一 before 古靈戰爭去困時啊，因為佢馬仔個去到，嗱到底係講你邊個馬來西亞佢哋個無相嘅你 content，我俾講嘅當時是 comment，人老話，你人最 maybe 你嘅物件，什麼啦，即係物件較無安呢。無安尼 expose to 佢哋，但我唔知 maybe 你做 social post 是人去 comment 啊，別即係少人講起入面 social post 是看，哎呀，即係彭主嘅時候，啲嘢無少無少人肯講啊。特別你四百好了，你講話你做你物件，還是古靈精，你幫你 episode 出去嗰時，你講下你經驗先，再聽人講嘅話。我啦，我係感覺啦，as long as 你 engagement 嘅 post 啊，你 comment 啊，就掉正濟。Then somehow or rather 啊，伊就掉有嗰種 negative 嘅 comment 嚟咋。So 人 as a content creator 啊，你嘅心愛正大，愛正啊，你正愛看開，愛看開啊。對，未使笑配，未使笑配。macam嘅人啊，會術你嘅咋。伊 from any angle 啊 ，from 你嘅看到佢哋 video 啊，人無穿秋龍，伊本下你，了等陣時啊，等陣伊咧，你去翕佢哋那是簡單，伊 cut 佢哋物件時啊，伊咖喱啊無攝掉佢哋咖喱啦，伊本成你，macam 愛成你就成你啊，故意就講，有冇是 content creator 嚟嗬 ？Actually，有冇是做錢喎？特別當見面是講，當見面 comment 是真正毒嘅咯。等陣後邊幫人哋講啫，幫人哋講句。我講當見面是 ，I think at least on Facebook 啦。當見你面是真一隻人 comment 啦，even though 佢 comment 冇好嘅物件是，係咪啊？你做隻 comment 就 engagement is engagement 啦，成個 engagement is one thing。that's why 我意思就是講，你係喺你 post 那是爆嘅話，嗬，你 engagement 就濟，你很濟呢，嗬，喺你無 harmony 嘅聲就出現呢，係咋？喺你啊，你聽到正濟，你奇怪怪 feedback 咧，真正問題係咩事？就係你 negative feedback 咧，隔了對了聲嘅字。對。你別閪咩？你閪咩？閪就係你講咩？特別你唔是嗌咩？你應該有 engagement 唔是較好咩？就是咯。So that's why，成日講 reply positive 嘅物件啦，你就佢 reply positive 嘅物件啦。我你 sometimes 你別 reply 嘢，你 reply 嘢，一個就你轉 negative，你講開 positive 啦，我就特別 sometimes 有時我直頭成咯，哎呀你搞咯，冇你介紹話咯，有多幾那件事好知哎呀，你看咯，所以 but sometimes 伊人唔也是會好你 suggestion，so OK 咯，我咪當做是講哦，我 collect 起來 maybe 會帶我去食那時，我咪去吹，伊人介紹嘅咯，本穩定是安尼款咯。แล้ว特別有嘅人是成，你成日講我講啊嘛，我係聲嘛是成日講我講福建話時，嘛是有人講你聲聽了真正曉啊，是咩鬼啊？我就是曉啊，我係聲嘛是曉咯。對，但我就安尼款講，but in the end 我就是我咪รู้ว่า冇用我係聲啦，我用 AI 嘅聲就係款。你咪打到個笨蛋唔係學過呀？你直頭呢？看咪看，笨蛋唔係學過呀我是感覺到啊，係你會學到 positive feedback 嘅啦。Usually 伊樣 document 嘅位啊，伊袂係個正 harsh，所以係你會係個正 harsh 啊。你去學伊 positive 嘅 reply 本好啊。伊 the next one 啊，伊個伊係對你，伊講你啊，伊講啊，你袂冚講嘅咩嚇？安尼袂用嘅咩？你安尼小配嘅咩？免做 content creator 咯，伊講你。是哦。特別我咪รู้我就是用較好嘅way度嘅人講，特別
OK 喎，我咪รู้我 feel 到，成日講到啥，即個未知誒啦，你按怎去介紹啊咩？我哋講，我問問咯，安尼款你有蝦米好介紹哦？Next time 是我對你介紹去翕 video 安尼款咯，所以伊人會會學你係你參觀了。伊就無 comment 你啦，嚇！下面講伊無講無好嘅物件，sometimes 係安尼款咯嚇。是講我無熟格，是人講，若是講是 attack 我聲啦，聲嚇，你我就無熟格啦，嚇 personal attack。侬未記咩？邊咧學嘅？頂到就 start 嘅時咪是有特別就老實講啦，做咗20年嗬，其實邊咧學嘅嘅 negative comment 真少嘅，and。我記第一一道嘅 negative comment 就是講我聲啦，小雜毛啊，講我們啲笑聲，成下面物件，了我咪是講唔要緊嘅喎，你免聽唔要緊嘅，你是特別直對嚟，你知我當知有幾耐看一下直對嚟啊，แล้ว嚇，樣嘅 content creation 就是嚟個獨人嘛，แล้ว個講話 last time 是啲。係咪咧嚇？我係 forum 係咪貴嘅？我係 forum 嘅，我係 forum 嘅直嚟咧，是我個 check 到係一個幾隻人嘅，你都在邊咧學嘅你，你聽到就只中嘅嘛，所以讓到成解亂咗，然後一個到對嚟個另外一個人嚟啊就 ，actually 我 agree 嘅，所以就係 person A 啦，伊講人家人成，有時都咧 person B 嚟啊，我吸掉啊 ，actually 我 support A opinion 嚟講係咪？你嗰時講咁奇怪，我走去 check 喂，係你 forum 而家看到，哎呀 IP address 上嘅，所以嚟咩時候我再看到啲 IP address 啊，都是上一人嘅樣，冇嚟啊，應該冇嚟啊。唔係我 feel 就講係攞唔到嘅 content creator，本來要 handle 我未聽 negative 嘅 comments，我未聽過係你。迄個我即個古靈芝，嚇！我未聽過伊個安怎人個到路個到咩物件？伊全部搞死。個到，對。伊全部搞死。我係你是馬了，你根本是無。係特別你哋 comment 啲物件係咩？人 comment 咯。係你就全部搞死哦。真係無人就是 make fun 係你面 never too small. That's what she said. 係啦，係你是咪見係你 normal？我今日掉第慘嘅啦，就是我講我去 reply，so ever since 我冇 reply。有時當時我翕是香港嘅厝，係了係你香港 architect 就幫係你 maid 做工位哦，係你工人做工位叫 maid's room， 成個 janitor's room 咁講啦。係了，有啲人講inhumane 啊，和 maid 困喺邊根本就是被困嘅位嚟嘛。根本就是賭，人講你 make 十邊困，所以我 reply 咯。我講你 English 是 second language 嘛，所以 translate 佢 maid's room ตัว floor plan 那邊。話佢嚟寫ว่า protect 人 inhumane 嘅 owner 你做個 policy 咋。So ever since 我冇 reply， 人講咩冇查咯。好冇好冇 reply， 冇 reply。我是 selective 嘅，我是好嘅嗬，安尼啱嘅我 reply 咯，係你亂寫嗬，我就 ignore 咧。係啦，有時當時我去翕兩間apartment 是上嘅 architects， 係啦，伊第一嚟我人幫嘅伊 project 嗬，掉人สุด嘅波士咋，係啦，伊 email 我人講伊咪幫啊，第二嚟我翕伊咪幫啊，伊死唔咪幫，伊講伊係啦，佢嗰張 contract 冇寫好嘛，所以改 contract 咯，到一人簽嘅時掉，當經過一個 process 我做就是我看有嘅 project 嗬，掉人สุด嘅，就是嗰種愛擺樓梯啊，困。個危險嘅位啊，嗰時樓梯冇我哋危險冇 railing 啊，冇紮條，冇 railing 啊咩啊？英國人講咩？大家嘛冇是拔刀啊，落嚟時佢幫住是拔刀啊咩啊？我樓安怎啊？嗰種嘅 ，so I post 嘅時候，嗰時我大間厝啊，嗰時間你 architect 開會時啊，我係講啊 brief。你會看到誒，像啊，伊個 warning，你再講一個差唔多應該是對嘅，แล้ว你成 warn 樣成。佢哋 architect 我能有 warn 嘅，有時我 warn 個借咯，有時我寫 private email 俾佢啊 ，publish， 冇叫我 producer 寫。有你是講冇插，伊就 OK，伊就你就都哦，你一借嗬，人家自己去睇，人笑嘅，
伊人睇 negative 係人潮嘅，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ว่าหลัง strategy สิบลู post 24 hours 啊好คอมเมนต์มันคิดไล่แล้ว24 hours กว่า就冇睇เนี่ยเองก็清規你殺清你 comment ว่าบุคคล去了了嘛，yeah。你看 tapi ai ai how handle อันเจ้ารู้อันเจ้า handle เลย comment 本嗬我一頭冇 handle 我冇 reply 冇帶呢冇帶มัน啫 because 喺 Malaysia 有出現一個Indian 嘅一個 content creator because of 一個bully แล้ว自殺嘛so I 會曉去 handle 即係。講話你本身大媽私別好了，就是講你編配就比較舊，你要做 content。特別你知哦 ，because 頭那時我成日講我掉過頭一輪，或者是 Facebook 把你個事件那時啊，所以人未曉 handle 即係無好嘅 comment 啊，然後上加影響到你，憂鬱起咯，影響到我。because 你會記哦，有一道有一年啊，是喺你盤菜嘅代志啊，喺你盤菜啊，喺你就是我掉加正解啊時哦，然後先正時啊時，個有人答我啦，然後有人去吹，成日講吹我。佢成日講起底啊，就一人就去查咧嚇，去學啲啦，然後去隨看路有加別嚟 share 嘅 conversation 啊，咩啊，你款啊，然後到底是係咩屬於我話？嚟講下，就是依個盤菜呢，有一年啊是我有一個我去介紹一個盤菜，然後伊愛做真正大嗰種，所以唔係是有人看了。我人係 blog 嗬，我隨around 6-7個 bloggers 嘛，然後做一個 food review 嘛，然後嘛個咧人嘛報銷咯，然後是唔係有人看了，人係 blog 咧，人去買佢哋盤菜，所以一做上濟了，一來未好做。แล้วอีก quality 被 control แล้ว所有嘅物件嗬伊上早做แล้ว嗬แล้วเป็น超酸咗歹去แล้ว有嘅咧就是講 complain 是講哎喲伊盤菜嘅แล้ว嚇亂切菜冇擺好時嘅就係講你盤菜愛擺個水水嘅嘛แล้ว伊係啊咪嘅แล้ว啊可是อันนี้款一位อันนี้款就教學路啊嚇แล้ว所嚇แล้ว就真正真無好嘅 comment 多，你知啦，使咪是有一個有 group， 成日講 group 啦嚇，到 Facebook 會半有 group 啦嘛，所以佢哋咩檳榔咁咩鬼嘅 group 啊，檳榔係咪鬼 food hunter 嘅 group 裏邊啦，伊嘛 post 出來咯，一個 post 咧我就接落來啦喎，哇 ，hello 我不是買到超水嘅啦，แล้ว你知。佢哋無關事嘅人，無買嘅人嗬，伊人就掉本事當佢冰山風電火，幾波嘅就掉嘅，幾波嘅嚇啦，哎喲，安尼講你未知啦，咩啊嗬，然後就 start 人去 print screen 話人係 block 出來啦，就係哦，然後就 attack 我尋我係 friends 咗，然後 because 我是佢哋。叫人去 review 嘅人嘛，所以我嘛聽，伊學 organizer 啊，有 organizer，就是啦。但係我咪รู้ว่า咪 organizer 呢啲物件就是咁樣咯。แล้ว但係我嚇，แล้ว我就 OK 咯，我當做是講愛負責任嘛嗬，แล้ว我咪去 reply 人嘅 comment 啊，哇，改了。你只 reply 咯，其實就死啊！人規程嚟人㗎，你就哭了，你就會สุดรู้咧，但係一般時我咪 reply，我看到我線咧，我就放一邊啊，你心會夠快咯，แล้ว會個放開咯，所以你看到佢哋negative啊、亂成啊，你就放嘢啊，耍啦。特別話，人個人嘅款咯，佢哋正經個很好啊，你伊樣講你樣是對嘛？伊就唔是講你是你 review 伊嘅。quality 嘅事，你唔就係講伊 produce 伊 mass produce 嘅事嘅 brand name 嘛？
meaning to say that 你食嘅點聲是 OK 嘅咋，so when 我食是我學我 opinion 嘛，when 嘢點聲嘛，but 啲人這時嗬，伊會走興去嘅。因為我條面咧 review 話從這邊即係勁 So that's 合暫時也是新正啦，係咪啦？新正搬可能得啦，嗬，咧都攰你新正冇新整咯，咧攰只定定愛當 online 會看咯，到底個有人講係咪物件啊面嚟看咯。So from then 嗬，我就一項物件咯，就是買個就 organize 嚟看嘅 review 啦。So that's why after 合暫時過後嗬，我冇去招人去 review 你招嘅人有偌路呢？冇偌啦，特別你本是 feel guilt 嘅嘛。所以人冇偌路啦，是伊你是感覺就講，哎呦，你是害到人款。對，你冇真正了解伊人嘅即係伊人 quality 啦 ，means because 你 quality 唔是講你做一半嘅嘛，你做那個3-8盤嘅是會 maintain 啲 quality 哦。แล้วก็一項就是講，我暫時人嗰時 attack 就是講，這個就是拍廣告嘅咯，這個嘅了本是老人嘅啦，這個是嚇咩，總之是講類講好正嘅啦，嚇，你死啊，那個冇趁類啊，嗰陣時，你 because 你係在10年整，安尼講那時嗬 ，food review 啊，你冇看是咪好了 ？food review 乜都有人學類嘅。喺你點聲嗬 ，food review 冇人學類嘢啊 ，especially hotel 呢，我呢哦喲冇嘅咯，伊學你教，成個學你教你咯，你教菜名你咯，你後頭都係試冇秘魯冇半行嘅咯，都當機會啦 ，restaurant 嘛是安尼，但係 hotel still 冇學類本 hotel still remain 冇個吧 ，restaurant 巴魯 start 有嘅，一 hotel 你去只係試你實講冇好嘅，伊冇學類。OK，誒打都嘛冇啊咯，你誒把伊冇叫你啊，嗱講冇好嘅話啦，嗱 usually 咧，就咩就別上善良啊，冇唔是，學得我未講價正 detail 嘅，我 just 係伊效應，然後我係伊 price 咯，然後係講有蝦米物件食啊，安尼講咯。你唔是 review 嘅啦，係人在講有一邊有攤食啊，我都在下面數哦 ，because buffet啦，一年通天啦，尤其是400好了一人嘅啊，嗬，是。一道成日講 raya 啦，4個你5、6你學到，係啦，係啦，就是咯，你食嘅你鹹啦，แล้ว你愛個愛學咪comment，頭啊時嗬，人10年整嘅你可能是啊，頭一道去啊是啊，嗬，人 feel fresh 嘛，咪 comment 咯，哦好食啊咩啊，馬路食嘅幾十年啊，咪是安尼。係你學到嘅 buffet 啊，善人啊，古人真好賤嘅。你看迄個廚師去夾物件食啊袂了，你再講善人啊，古人去吼食一攞撈爾，食了看。一攞撈，我食一撈爾，我但我唔是食一撈爾，我食一撈爾，然後第2撈就是食甜品了。甜品貴之爽。然後攏除了馬來西亞除了食物件誒做錢啊，你講我做蝦米個做錢做別項嘅 category 別項嘅誒。我有看到一個 content creator 是做個真正成功，冇有一個真正成功嘅咧，伊是講 about 人嘅種族嘅 DIY，你 CYY 啊 ？DIY，伊就台灣，伊嗰陣時伊做嘅 format 就上台灣嘅即係。對 ，I think 伊是 quite successful 咯。OK 啊 ，I mean 佢 positive 嘅 content 咯嚇，我。特別咱Malaysia still 是成日做銷啊，就係人做銷啊嗰時，然後做成日係咧，哎呀，你在 Facebook 啊，嗬，有 content creator 是係咧隨人笑咩啦，係咧 drama 嚇，怪嚇 drama 啦，然後係咧係咪？我真係有一間伊辛苦做錯呢嘛，แล้ว情就冇散呢，แล้ว時嘅做個佔人嘅，伊做。我唔知名咩，冇我真係小哈尼啦，有一個啦，小哈尼嘅咧。Actually 伊搞我感覺到，就是伊就是用伊嘅。I mean 講伊人會曉 play with 佢嘅 trend 咯，แล้ว play with 佢嘅 system 咧，嗬，แล้วto gain 伊人嘅佢嘅出名呢款啦。特別我未看伊嘅 content，因為伊
就我就 uncomfortable 啊，看啊 ，because especially 啦，我想到這是我嘅 perspective，唔是講家人特別分享，我就想到啊，伊害到真濟 transsexual 嘅人就 transgender 嘅人，對，因為伊is poster child of the trans person 就，樣變咗 caricature 啦 ，caricature 是講成 caricature 咯。我唔要講緊話。所以嗰個只 can 哦，本是佢哋 Brian V 嗬。哦，得謝。Brian V，實你講咧，實咧，講咪衝，隔幾換咯，佢自己講俾佢刮掉，弄咗個邊打包險就 ，so yeah，呢啲是做咩？呢啲是做 content for content， 呢啲是做 content 嘅。一般成人講，佢哋伊愛去刮嘅，伊愛去做，伊愛去變性嗬，是為咗一個，是為咗愛談 again 佢哋呢，again 講咩之類呢，啦？大浪者愛刮之前本無做好事嘅了，荷爾蒙都冇食。唔是咩？冇，伊是就是為咗流量咯，伊到一個 interview 係為伊成人嘛，所以不如嗬，伊個在變做打包就對啦嘛，伊個在成。所以，that's why 係你啦，我冇事㗎，一樣嘅。because 他們數路就路成日講嗬，路是嘅 transgender 個有就是嘅。嚟談女咯，嚟嘅。佢唔是講咩，伊佢做下，伊 negative 嘅 image 嚟做，係掉咧 everyday 成哇 normal 嘅 life 唔是 content creator 咋。對啊，即是 I mean 就是話 personal 本個人嘅看法啊，特別。yang genius 嘛，伊用特別用只假吼 ，no doubt 是講伊人是真正，特別有人 sponsor 咩，因為賺女啊，伊人看個單只介紹，所以伊人咁玩學女啊，裡面是因為咁玩學女，係咪物件係咪公司？成日講佢哋。只謝啦，佢講我都冇學過樣，係咪講過？有咧是成日樣嘢啊，錄 Happy Birthday 啊，伊嚟 wish 錄 Happy Birthday 啊，了小女啊。哦，係你食叫咩啊 ？Cameo 嚇 ，Cameo 嚇，安尼講你咯。哦，有人學了，有咧叫迄人來唱歌帶就，去歌帶嚇做好啥啊？last time 是樣個玫瑰，叫小哈尼來唱歌帶啦，一歲啊。八啊，4條八，哇，差唔多正10稱，幾點鐘？啊，上家是3點鐘咧，講條路。3點鐘 OK 啦，3點鐘等啦。啊，usually 啊，4點鐘啊 ，sorry，4點鐘嘅啦，個大晚啦，你估係4點鐘嘅啦。哇，4點鐘嘅即係博啊，冇簡單嘅，冇簡單咯。特別即當然，這是靠名聲來談對哦。一隻名聲唔是講好嘅名聲嚟做，即是跟佢你名來接你名聲咯。你唔是講特別，你講你無搞本啦。I mean 你唱歌 of course 就是嚟講你是去做個大唱歌。有你咪特別我看有你一樣只搞好曬，只 entertaining 嘅成個伊 engage 人，所以你是伊 skill 嚟本嘛。我就小漢你聽嘅啦，伊是教嘅。伊有出 album 啥咪，伊較 serious 啦。有寫歌啊，有寫歌。伊有較 serious，小漢你有較 serious，but Brian V 呢，伊是直接佚佗咯，成日講等隻安尼 Brian V 散嘅咯嚇，伊就是在那邊咯，แล้ว個表演喺你攞字幕咧，但佢只係做 drama 出嚟咯，你哎呦，被單嘅嘢。哎呦，佢嚇。I mean, but the thing 是講人 Facebook 嗰邊嗰隻人是個看喎。這是 human nature 啦 ，OK？ 這是啦 accident 嘅時啊，看到我，哇喲，我安尼未看。是咯，特別人就是個看咯。咧伊人本 because of 安尼款咧，伊人就用安尼款嘅機會啦，咧去做人嘅 content 咯。所以樣 ultimately 啊，後尾一杯會談到物件啥物，累啦 ，of course， 對。累咯，產出名咯，流量啊，特別我就是冇明白講，若是講你用嗰款 negatively 來會談累啊，啲 Asia 嘅一定會哦，有我唔知啦，安怎談累樣叫鵝硬本是硬啊，特別鵝硬，我是特別談累，你硬氣孔啊，
喂，你在一直播出去呢？個表演哦，一人播出去了，就一人看了，一人賺累了，然後一個幫助其他人賺累哦，because 有個人去 download 伊人嘅 video 咧，嗬，แล้ว post 到家己 platform แล้ว，伊人家己本賺累咗就，repost 嘅人本賺累 ，reposting 嘅賺累。你講咩惡硬啊？即叫惡硬。即係叫做但係你看 negative 嘅物件，成個 sensationalize 做 drama 那款嘅。咱Malaysia 冇 control，特別到中國嘅位，即係是叫做神丑。神丑，神丑文化，但是神美係神美嘅咩意思啊？唔知。神美是 aesthetic。哦 ，aesthetic， 哦 ，OK， 審美，哦，都美哦 ，OK， 呢是 opposite of aesthetic 啦，嚇。對，哦 ，OK， 所以伊人白路啥，伊人嘅抖音有嗬，伊人有 ban 啊，那款嘅物件啦，你袂使做啊，那款 drama 啦，แล้ว做鬼做怪啊，嗬，就是啊，那款嘅物件，所以中國咧伊人有 control。成日講，咱 Malaysia 會較無去理啊，那款咯，所以 that's why 潮來潮去咯，有人條工做啊，你看小小嘅物件啊，你看啊嚇，然後就做掉咯嚇。OK， 伊是愛 gain 你 attention 啦，我講。嗰一項就是你講 let's say 你I mean 即係當今先嘅 YouTube， 我看唔知我未看到呢個 YouTube 我不聽這人講咧，這 buzzwords 啊，嚟about 你像 meta discussion about YouTube 係咪 content creation 咧？一樣講 about community 啊，一講你唔是 create an audience， 是 create a community。我感覺邊啲學見啊，20年前已經是做咧 create community 啊。because 我哋那個時候朋友咧，可能你起來拍球嘅時候，你成個都係去節目咩？冇啊，咱是嚟拍球嘅。咱是唔是起來拍球咧？上班咧聽人咪是唔是 Clubhouse 嘅人看？Clubhouse 人去看者，伊咪是嗱，佢嗰陣是拍球嘅咯，正一點嘅啫咯，嚟聽人夾啊，未怪。所以我當今會 create community，I think 唔是人喺你嘈喺你學硬嘅focus 嘅樣是被看。愛目睭人，人會看到就這，所以講我這隻 post 時，我會500,000個人看，所以我哋接觸到這類嘅款，是唔是？我同你講，伊人 judge 本無片就係講伊人去徛一名，伊人去徛一名，徛一名是咩意思？你咪講 ，OK， 我係做 live 嘛，所以成日講做 live แล้ว賣物件嘛，所以伊人去做銷咯，去做銷賣物件，แล้ว做工啊，แล้วอันนี้เขาจะ成個有啲certain product 啊，成個樣 manufacturing 啊，樣自己會做 live 嚟賣嘛，所以就是請一種啊，做銷人去嘅邊啊，喺呢位做，แล้ว叫 collaboration 咯，另外咯。冇即係做小事成日喺度做工做大啊你款呢嚇，伊唔是成個 proper， 伊唔是成個講人開玩笑啊，啊無就講笑嘅物件，แล้ว做人開心嘛，你冇伊是做小，伊是做工大嘅你款嘅小都就有。成個你黃女嘅攞姊妹啊，係做小呢。期待呢，咪臭話嘅了咧。特別頭啊是 OK，but then 即個物件哦，一攞倒過後咧，人就實冇做㗎了。所以those啊，學去吹伊人嘅啦，本掉咯，伊人嘅生計，伊未 sustainable 啦 ，it's not sustainable。未固等。阿龍，但我咪講到啲阿龍，人哋講到啲 YouTube 上邊講，人哋阿龍係一隻隻阿龍都問搞我困咧，我冇困過。OK， 我看呢邊先差唔多愛困咧，但我估啊，嚇，問啊唔通啊，但我看到接 Clubhouse， 我講試一間個俾佢困咧，要出是 Clubhouse 咧，是就是佢名稱咧。阿龍其實係做咗一隻 content 嘅嘛。特別，我咪就俾做。特別做我講阿龍係使做 live 嘅。
對啊，看伊 equipment 就有了嘛。當佢咪 live 咯。I mean 講伊成日做 TikTok 嘅 live 嘛。我跟你講，我做事我未做 content creator，until today 我地間故事邊個？我做 live 嘅話咧，我做 Facebook live 好好啦，我就做人講我開心哦，明唔明？because 有人看咯就，有人睇咯就，但是無人嘅時，你唔知要講咩。哈！我就是講我去食項，我去你領會國家食項啊！即係就成日講就，因為無人看掉，我家己講話事啊，我講未出。你阿未 get over 你喊啫啦。你咪當兵做物件咯。我就是未咗。呢隻錄音嘢就只行開，成 lock down 我就拍攝，我唔淨係我 lock down 嘢，我講乜嘢落大嗰啲嘢。你特別唔是特別嗰時候，唔是人 train 啊，人去嘅路線，唔是自己去行嚟叫。哦，你人白白嘛？哦，對，我家己一人時我做未掉啫。對，發達到好。content 嚇，我成日阿 John 啊，你講下做咩都係 content。我第一時候要做嘅就是，例如講介紹一邊嘅物件，過嚟又好啊。係啊，我就收我愛看。哎呦，你咪呀，你 handphone 去翕啦，之類。我就是甲你講了，我唔是未曉，嗰時唔知我愛做物件，我知，我是我問題是，我未一個人做。你未做人，你成日就看。特別你就 train 啦，就看 train 啦。就是嚟，下次聽嚇。我叫 ChatGPT 甲你講嘅。冇問題是 ChatGPT 講，一直未成綁掉嘛。但是講，你寫我俾 for example，我俾做。不如錯話咯。學嘅話咧，我驗咗機啊，我家己講話事啊，哎呀，我未曉係。I think 你是感覺真正 awkward，我感覺你感覺 awkward。你感覺到真 awkward，成日你講同佢講話咧。嚟攞別人講講，我 enjoy get over 啫。阿龍 Facebook live 時有冇上咗？because 我就講有人看掉我咧就。特別你 eventually 人咪是看到你嘛 ，eventually 啊，你 post 時別人咪看到咯。就是我就是，特別你做 live 咧。我講啊，你 maybe 你 start 翕成啊 YouTube 嘅時，你看啊，你見到你 camera 啊，你家己講成咯。特別別講，你就是別講。阿寶阿寶你咪做 live 咯 ，live 人看咧。記攞啊試下 live。咪直頭講，你嗰啲 WiFi 嘅咧，好人哋誒正啦嘛。係咯，我是 feel 就講啊，嗬，伊做 Korea 嘅 content 應該是 OK 嘅，尤其是伊是一個檳榔人，然後佢個 Korea 安尼款。特別我被了解，做咩事感覺就看開。我唔知數，我嗱，伊看過㗎。喂，等陣 ，attention 自己冇 attention 啦咯。你是做劇場嘅喎。我都做幾刀咧，演何能看 OK 咗，特別破袋時咧，破袋時佢十個，你咪一學鬼講，你當咗成日鬼講話啦。你做幾刀你就會啊嘛。對，我講你愛成實成 ，you have to start somewhere。我計講句啊，即係話啷計講。特別啊，我同你講，我本時成日咪如何，我去成日講，我去意大利那時候，我直頭半段講話，我覺得我用 voice over 呢。我古早做 YouTube 嘅事啊，我就是家己講嘅就，講咧何前羅擺嘅事都感覺正惡嘅就，估咧何都冇錯啦。你我都家己講咧何，你個協嘅對方嘅人，你個訪問伊啊。我咪係你咪 try 佢就，你咪 try 佢啊龍，啊是伊上惡嘅你唔係 try 佢本。你是驚講大聲講話。嚇！我唔知大聲講話，夠咪啦，夠咪。唔是家己講話，這個 point 是點？我未歸關，我未你未曉自言自語嘅咩？我未曉誒。你家己講全部自言自語嘅咩？自言自語咩？喺 Facebook。係咧。嘅日日即係硬講啦，驚咪係咯，嘅硬講啦講咯。嘅你硬講，啲啊，你未啦，得隻人同佢講意思笑啊！你翕 YouTube 嗬，你對着 camera 講話，唔係你嘅人就幾 accept 了。成日講我去香港嗬，個有人啊嗬，到阿妹啊走數啊 ，because 一再講你翕 YouTube 喎。嗱，即係數據講，我見你買個嚟是不是？我翕一樣個阿妹個 B 嘢嚇，你講你係後面嘅落邊人，係咯，妹啊，貴你咩得嘅咧是 OK， 哦，你我係 try 下啦，貴你咩得嘅咧是 OK，就是家己講話，即係八我未貴嘅話，你話我貴你咩嘅俾 carry 出嚟咧，
你登嘅 camera 是你 audience 係，你登嘅 camera 是你 audience 係，你架 camera 講話。我就是問題是我未登嗰時候，because 我寫入邊就講冇人看掉。所以你這是你嘅習慣啦，冇你去追你 friends，搞你做隻腳。你到我 post 了嗬，有可能有真正一人看，即係我知咗，但係問題是翕掉嘅迄個點先冇人看。哎呀，我死我未 carry 掉咯。是咯，唔知做咩事，我計講佢只地道啊，阿倫講佢只地道啊。呢度做主場嘅人啊，即係未。我意思被關事，主場冇成，主場我唔是一人做咯，主場是我有對手嘅，你明白哦？我隔人白白做到去嘛。你對手就是你 camera。有我係感覺嗰時候，我本仔講伊出嚟，伊出去，我 upload 點先，有一人講。古靈精你講咩？你講你意思啦。我就要 support 你 ，because 哇，你 content 我是介紹，嗱，但是講你用福建話嚟介紹 Korea， 哇，冇人做鬼咯，我冇人做鬼。係啦，古靈精講，古靈精，你看過一個content creator 叫 Sam and Victor 嘅。Sam and Victor 唔係。伊人 travel 有一個地方啊，伊人冇講話，伊翕水呢，係了翕水啊，伊買物件，伊對 hotel 時啊，伊就開箱啊，伊就講伊買咩嘢，但係伊有一個人看，唔知超過。我同你講一個啊，對 Sam Victor，Sam Victor 真正好看啊，是真嘅啊，即係。係，伊冇講話咋。我頭先聽到咗，我冇你去 subscribe。哦，特別伊翕嘅角度，嗰了是真正水嘅。你是講伊翕有水啦？冇，I mean 講伊冇講話。伊無講話對，成日講我無講話，特別我翕出嚟物件無水哦，伊翕出嚟角度啊，嗰啲是真正水是唔嘅。特別好，我講聽我看過一個啦，是迄個嗱，等我好難看就係 Sam Victor 嘅即個YouTube page，所以伊是成個迄個成個伊個。cinematography 就水啦，特別另外一個我有看就是伊無你講一項嘅物件啦，你咁玩你 OK 啊，但是你敢若翕呢，你免看到你敢若翕向外口翕呢，然後對來是你甲寫 caption 呢，你只我看只日本人嘅 video 只是安尼款呢，對，你 OK 啊，你做，我就是要多對。try 就係你咯，你即係而家日本人真正 introvert 本樣，對，特別樣就是 voiceless 啦，就是 content 冇講話，然後個 faceless voiceless 嘅 content 本是你人有看特別我比較寫，我個半段做 post production，所以我直頭做 live，所以我特別出講話。你那邊咧學嘅係叫我 edit 下，我做 maybe 做兩個節就了啊。你知有一間啊，有一間 content creator 啊，嗬，伊個翕迄個70、60年代、50年代啊，那款嘅風格嘅。檳榔嘅是，伊是 Indonesian 嚟嘅。我翕個介水呢，伊檳榔嘅。老檳榔啊，所在咧是佢咧舊嘅頭髮店啊，就咁樣咧。哈！哇！我迄個本身嘛是無講話，特別水哦，特別你翕 perspective 都嘢嘛，阿龍。你翕 perspective แล้วเสียรู้โอเคเหรอรู้เสีย edit ทำไม่รู้โอเคเหรอ冇咯嘛對翕個歪數嗰年咯是咯我唔知講真係冇咁樣咩我唔知 stop 意思係咩物件I think 你是講你是 perfectionism 係 stop รู้เสีย你是 edit 隻股嚇我就是會 edit 隻股特別我隻半段 edit 誒你我 edit 我係 full time job 是 editing 啊你叫我自己 edit 我 content 我就自敗嘅Oh my god 我未得閒But anyhow you need to start from somewhere 啦。Last time 時我本上我甲我朋友講我會 start 時我有一個 production 我做甲 complete 水啊，去我朋友寫我講未啦，你英文未 start 嘅。但是講你要做人呢，你特別會曉幾時放，你特別學時我幾時會 release，你set 好時你做個下面本好，你特別 release 就對啦。嚇，你 release 掉唔要緊嘅，可能講可能做唔要緊嘅，你 improve from there。嚇，嚟講下這是隻 craft 嚟。craft 嚟，你就即係 practice，你做一把刀就好了。skill 啊，你關係，你看對起啊，自己honest opinion 啊，自己 judge 自己。特別講真嘅，人嗬，當然就暑假看較正啊。自己寫自己嘅 comment，自己
無我 feel 到講，佢冇成日講，我就講 What the fuck is this food 啊？你是講邊啲學見啊？頂到啊，我只 post 是啦。那是講無人聽，無人頂到無人看嘛。我耳啲早就了咯，邊啲學見？我嘅時候，我無人看，我頂到就 start download 嘅時，明明我俾你逼人，我朋友post 啊去聽，個人，最尾所以個人聽，是雙雙好嘅時。3人，我是5人，有時慢慢20人呢，所以真正坎坷，但是講你要去笑，特別 I don't think 這是阿龍嘅 problem 啊。你 feel 到成日講，你做啊，你感覺就講，哎呀，了啦冇人看哦。還是你 enjoy 你 creation？你成日你唔知按照款行，按照款 start。啊，即 OK，long but already 做 content regularly 人，你按照過一關。按照 start 做，按照 start post 無插你無人是講，還是 blame 講我無 camera 啦，我無麥啊，還是我一物件做無需要被 post 啊，攏按照 get over 一個關。我是照 post 嘅哦，我再講 sometime 嘛，我 get miss out something， 我再講 comment 到會輸啊，是安怎咧哦，我無插嘅，我照 post 嘅，嚇，成起成一個禮拜算，所以 sometime 嘛，你有做咧嗬，你計就是講嘢。perfectionism 啦，我冇安尼 perfect 冇要求那隻啦，所以我行甲經濟嘅時候，我看到對我頭一個 video 嘅時候，我家己感覺好笑嘅咋，我一古仔安尼好笑嘅，你講減一個講減迄個，俾你進步嘛，你做進步，你進步。阿龍頭前不是 episode 是幾時？你要做到 YouTube？ 阿龍你做出來，何忘記 support 你啫啊？個你猜湯，好，我 try 好。但係個人講嘅啦。Internet 是一個奇怪嘅地方嚟。你時候講你做啲無好嘅 video 嗬，呢個地方邊啦？一個加硬啊！我同你講，對，咯，即係咪是辦 V 噶，下面小漢你做嘅數咯。是啦，人講嘅條寶好，你看又咪是硬，真正硬。是哦。我同你講 ，sometimes 就是啊，我本時 feel 到講嗬，嗱成日講啦，我去合仔嘅啦嗬。係你合影嘅 video 嘅了啦，咪是用 AI 你看凊彩加出來咧，後咧講無幾那句話呀，有誒百幾200K 嘅人啲看，咱若是講吼，百幾200K 啦，百幾200K 是10幾萬人嗰度，對，10幾萬，哇！如愛，咪如我同你講到 Malaysia 嗬 ，Facebook 啦嗬，如若是講啦，如10K 啦，是水真正少了。是啊，水是真正少了，特別 almost 愛700K，安尼款就是算咗講，佢咧是叫 viral，安尼款。แล้ว我同你講，有當時嗬，你做個水啊，哇用心加啦，你個講東講西啦，個翕家己啦，死個個無人看，所以我凊彩我管伊啊，我不就是安尼款翕，有當時1分鐘幾呢，安尼款日本 viral 起來嘅。豆嘅，咪困啊嗬。I think the main point is 你 content 啊，你直愛做，你 keep on 做。少啊，弟弟愛做，你唔知到一個爆嘅。特別，你擺時候較長淡薄咯，你做這 content 哦，你可能時候講哦，這個 content 是學最快，係了過最細度浪，你咧。上謝你是講伊，上謝咯，就係。但係意思我就覺得依個講嘅是 perfectionism，愛笑，無愛笑謝淡薄，本成日愛笑講，你這 video 可能是係學 Malaysian。就愛去像韓國讀冊嘅人啊，嗰時係咪？所以你 target 你 content 嘅時，你可能想你愛 share 去可能是 students 嘅 forum 啊，or maybe 是你會找 sponsor 是可能會 target 成個 tailor，伊有加咩 training program 嘅韓國啊，所以你會找下你 sponsor，所以呢個路會使少較長，但係免做 perfectionist。有時係時候講，你安怎去 distribute？像我做係你 Never Too Small 時，我有時候講阿豆是會 compile 做 TV show，所以真係是有來嘅機會5年後有 TV station 過來講人買one program 啊，放去 TV，個放去像個Qatar Airways 啊，係咪？所以我阿邊寄你 license fee 嗬，一刀寄過關過 YouTube 一年，因為你講，所以你係少較回淡薄。
但是我咪出鏡頭，我去訪問人，因為我本身嘅路我不熟個ตัว camera 頭前嘅，但係我隨一個方式咯，會想啦，佢想佢回能不明顯嘅，但係你想講，你是你地道做嘅話，你嘅冇出嚟就水好食嘅 practice，特別因為我同佢講啊，我講 even 你 create 也好，finish episode edit 嘅了好，買版本唔要緊，你特別 go through the process 我先講，因為好，你特別你冇 go through the process，你唔使講伊嘅 process 是特別，因為即係人啦，冇做 content 嘅人好 ，usually 想講就用嘅，了做嘅時間就係講，哎呀死嘅，佢哋 process 特別，特別免做講長嘅嘛 ，maybe 1 minute， อันนี้講淡薄，90秒係關落嚟啊，嗬，แล้ว from there 咧，บัน咧都就無論你攏望別記啊，攏我啲 content creation 攏做只年嘅就，所以只物件變做成個 natural， 你可以啊變做自然去啊。但是你講把你先只 start 會做 content 嘅時候，你唔捌 ，especially 唔捌行過迄個時候，你唔知，你未看到伊100%嘅經驗過，until 你 start 做。做啦，咱頭若是 start 若是嘛是安尼，嘛是驚了。我今日阿龍啊，你我係 suggest 你一個啦。我 suggest 講啊 ，maybe 啊，你對一間你熟嘅係個 content creator 先，你對伊way to shoot 先，唔要緊嘅，你 follow 伊 style 啦，係你個了，你先對先，對甲有一陣嘅時候，你特別有一個 idea 講，你家己嘅 way， 你家己嘅 style， 你愛安怎翕，所以你嗰陣慢慢調咯。So from there onwards 你先 start 先。翕嘅問題，唔是講講咩嘅，唔是翕嘅問題，唔是 edit 嘅問題，唔是 caption 講話，是家己講話嘅問題。但係你慢慢講咯。係咪講話咯？我到時講未必免講話，免講話。你哋 post 我等家己關事先，或者很關事唔係講啦。特別我講正content冇講話，我看只借你去。呢個我哋搭跑陣，我係講句名啫。阿玲佢版是變咗夾人講話 OK， 而家是夾人講話我 OK 嘅就。特別係 training，你係 training 特別，但是講你做啊，感覺真正坎坷，唔是擼嘅一碗飯呢。你就免教，你咪是買隻飯咯 ，skip 落卡啦，食 pizza 啦，買隻飯啊，食米粉，佢就少加少會食一碗飯 ，because actually is quite fun 嘅一個物件啦，係 imagine。所以你有笑格，每間香港嘅講話，係咧會變咗成哦 celebrity 呢 feel， 我就有安尼款嘅 feeling 嘅，我就熟解。哦，and that means 叫做 celebrity。你做咩事？你成日嗰個人成個人，你看啊，有時成日看到人有啲嘅落面嘅翕嘅結講，你感覺哎呀，我被人哋看滿，你人哋很少。我人哋很少。that means 就是喂，你講，安怎樣做啲？我做唔到喎。你對40歲到貴啊，冇可能你未做到誒。我本時就未見時候嘅 attention seeker，我做未標咁就我家己講我講 skill 啊，即係 skill 啊，咯，我唔係 natural 嘅，我就 give up 嘢。即係人看到人做下面 hosting 啊，就主人啊，講哇，你可以最近做 host 啊，加下面啊，人講哇，你只天生啊，即係都教講話啦，可能其實只物件有天後你淡薄。3分天注定，7分就靠把柄咗。So 你要 train， 你要 practice 啫，咪嘅。但是講你有心想要做嚟講下，你就要 start train 啊。南西，特別我就佩服佢哋做長 content 嘅人啊，咁樣。南西咪講咩？不過阿龍會啦，呢啲阿玲嘅朋友講點政治本身。冇，伊就是講伊。我會講話誒，有時我特別夾人講話就特冇人應咯，你講咧冇人應，咁你講緊啦咧，我是想，差唔多嘅，有人講話，你就有人聽啊，伊冇講都表有人聽你啊，唔是有人講話。兩邊言話就兩邊言話就我就講人講話就 OK 啊。你把刀夾隻小英行到你搏嘅，你行到我小英就搏嘅。阿龍，我在錄水啊咪。冇啊，龍，接擺嘅事啊，你係實現 video 嘅事啊，你開 live 教我人啦。Script writer。
伊就有一個人㗎，伊講近日你講一個 topic 6項5項。唔是，伊唔是講，伊個唔是content，伊是 uncomfortable。冇 live 咯，你咪 live 咯，你直播。冇啊，你 try 我 video 時啊，你 call 阿 John 啫，你 call 阿 John。嚇，你免行一條路誒，你路特條行過啊，把刀你個仔你會行合一條路。咱咪是食大物件，食物件，後邊暑假物件咪是食到個無相物件，咱個仔講一個好食，你無好食嘛。你聽我有迄個兩句字，我開始當聽我講，聽我唱歌，無人講話，聽我放歌節目啊。嚇，我開咧嚇，無人接嚟啊，我直接放歌呢就。你說我未講嘅物件，我唔知我講嘅物件就無人接嚟咗先。即我甲你講阿龍，這是一個 skill 嚟，你家己對家己講話，是一個 skill，你特別 practice 嘅。我做 podcast 呢一年啊，嗬，我係 online 嘅了是家己講話，我冇，因為我都冇 interview 人啊嘛，所以我係 naturally 嗬，我係 start 講。你想講個數，你可能阿龍我知你會講個數，你就頭講咧，後你特別。會曉對付講，像 OK， 你想講我冇想咩？往時我另外一個 channel 佢就learn 嘅嚟到啲 YouTube 嘅。我開嗰個 channel 時，我往時 start 我係 show 啊嚇，冇人嚟過咋。看人 maybe 有人30人咧，特別嚟 join 我嘅人是冇人嚟。特別所以我都特別會曉在講，死是冇人，你是唔是 stress 講？死冇人啊！我按咗講話冇人聽，按咗講話是唔是 stress 呢？真係 stress 啊！佢講笑未做。train 就我冇明白，阿龍會講嘅，特別做咩事你感覺真係奇怪嘅，是講你 just 講咧，你 just pretend that 有人聽。我未 pretend 就是我未 pretend 就我未會去講。特別你冇 practice，我感覺你只你阿龍家己人家己講話，真正濟人滿是感覺 awkward 嘅。特別我見阿龍，你話講佢，你愛做 radio DJ 嘛，唔是咩？合估嘅事。那時做 radio DJ，我做 live 嘅話咧，我就係有人講聽我講話。所以一句未句嘅記力關。哇！但係你就係講鬼聽，你邊係鬼嘅啦，嚟聽就錄講嘅咪。做鬼嚟就錄聽嚟啊嘛。就咪講南世界講一邊攞南世界講你邊有一個查某徛了。係攞你句嚟。你總之你計講嘅時，嘿，你計講嘅時，成日你教你厝就冇見得講話，你看到會啊。小千，小千有啲。小千有啲，佢講好多個線嚟講等咯。特別我真係佩服到啥，等你講等有時嘅就 camera 講話，等你講等啊。sometimes 一人做 travel 嘅，哎喲，一人梗係夠講呢，本是我本是冇安尼款嘅一個 skill 個咯。冇啊，講是就會數啊，講是就會數啊，對佢 edit 嘅是加是個另外就會數啊。加嘛是啊，哎喲，梗係半段。個零字講係個零字。咯，個零字。一人個零車不能加，特別翕嘅時嗬，哇，佢翕 different angles 喎。係啦係啦。你係線咯，你係成日翕掉是。個 reverse shot 啊，哇！哇，太弱咯，嘢咧。擺好事嘅就，我成日做咩事？我成日都講講一個 ordinary 嘅一個變成愛多啲 Korea。出門做工放工，直接我想俾你講話咪邊講話就是知道。嗰啲時我成日講，嗱做啦。我就我明白，所以我早起被擺起來，面前個一粒 alarm clock，嘟，但係擺起來啊，係你嗰陣時真好事嘅嘛。嚇，掉你嗰度上笨笨咯。對啊，你扯起來先，你扯起來冧角蛋咧嗬，你過嚟起 camera，你過嚟做冧角蛋，你過嚟扯，哎呦，我頭就你咪真杜爛嘅仔喎。是咯，所以未再嚟緊。但是John 啊，你 feel 就講安尼款嘅好同事啊，嗬，佢哋人啊，嗬，伊愛 review hotel 啊，伊講伊愛開箱啦，嗬，伊是 from 內邊翕了伊開門入去，我就 feel 就講佢哋就是佢。你當我就是 feel 到講好笑咯。這是邊度？這是 filming 咧，這是依用啊，係你是咁 film 咁係咯。係咪啦？佢就接佢佢就接嚟食到。我是阿咪係我 day job 嚟，係我 day job，所以我 already just 我真你叫我 OK 我聽到時候我做過咯，聽到話聽到我叫阿啲極咧，你係叫阿啲極咧，咪你個開嘅時，諗咪是攝隻 video 到啲 online 到啲下邊咯，review 嘅話嘅話去接嘛。
對，你叫咱到啲外口，還是把你個身軀個未出名個咋？你有時哇，我咪去接喺你物件，喺你個了好，我會做，特別我真本，我做，我會叫我短期時我隻 project 就是我想 try 下，我會做，定咁咪是就興 vlogging 嘅咯，對，所以我咪是講 OK，我做 vlogging 咯，我到啲到這邊去 travel，你 travel 有 content 嘛，我叫佢飛機係咪物件係咪做？我就做緊唔知第幾節嘅時候，第差唔多我 trip 一半10節你看啊，我就邊有 camera 冇買嘢，知道係多做。我係做緊只，我陣間，你我係成我啊 ，OK， 嗱是講我係 take 我係 holiday 啊，我係放假啦，有去 create content 啊，對我嚟講是 distraction 咧，要變做我被 enjoy 我係 holiday。對，是嘅。Actually, travel lah when lu get paid to create the content kalau kaki travel 嘅事情是冇想嘅。對。So usually 我 travel 話我就買架 camera 嘅，but 我即係講你kaki travel 嘅事，即係我同你講，我當然走去買條 Insta 沙拉狂嘛，然後我冇咩，特別 actually 當然我係用啦，actually quite fun 嘅，然後我當然咪用掉咯。我當然用咗，我走去 Georgia 嘅入面咧，佢知道啊，我騎到，我上條我俾做咩嘢就，我騎到了，我隻飛機借出嚟呢，我隻的士呢，哎呀死啊，係咪嘢㗎啦？到短期拍到短期嘅玩意就變咗是講，我是嚟隻行嘅是嚟入邊。係啦，就是啊，特別我老實講，我真係冇時間係你。我去 video 啊，我冇正就去看到我看面嘢對，that's why 咯，但係我其實我即係 concert 時候。我部嘅我係 cap，我係 phone 冇嘅出嚟，啊咪有啦，貴了我翕邊啦，就成下了，我就自己一笑啊，自己當面笑。人哋我冇，那時我去翕嘅時候，我有時想講，哎呦死，對陣時想到，哎呦佢名就看到我等我啦，我咪看到呢個 concert 都在哦。特別，所以我未記啊，好嘅就別人翕，人哋我後啲未記，我老母我未記講，啱咪嘅 happen 呢。翕 video 都佢看到對嘅時候，你若是講會翕嚟講，but 我成日講我 friend 啊，你款嗬，哇，哎呦，加了個表經過做 effect 啦，แล้ว有人 enjoy 嘛，有人 enjoy the process 就，哎呦，嚇，所以我 feel 就講話有個人唔有我佩服哦，成日講我你款嗬，我真正 raw 嘅喎，我物件，我冇講愛。raw 意思就是半段，對，咁我想，特別邊咧學嘅，講真嘅啦，講到 filmmaking 我唔是講你嘅 technique 就好是，佢了是 storytelling 嘅，按照你呈現到 idea 嗬，แล้ว成個阿龍你嘅翕你嘅生活，你唔係講愛翕你車啊，做 breakfast 啊，係咪嘅？你直頭直接就是講愛你多出去做工嘅係你。catch train 啊，佢落看到下面啊，佢哋就是 one episode 啊，對，แล้วลูกกาลังก็ไอ้用下面 cut 啊，ไอ้เบ้下面 cut ก็係去 travel ก็係用。要隨住 subject，即係 I think make it more informative 啊，可能就係講啊，我應該點做，應該點做啊，係咪嘅了？對，成日你去食lunch 時啊，你會使講介紹講，你 budget 有10塊，所以你食下面物件啊，你大一個 area， 你去過一間食。อันนี้คอนแล้วก็5 big list ลูกสุกลูกเตสุกไอ้มิงเกีย啦ในวัน我同你講，我做一個 video 啦，是講 about Paris 嘅係你地鐵，按怎買單啦，按怎去買嘅票啦，我係你是住教啊嘛，住300belacan，嚇，誒，真係人看都知哦，啊你看實在。你就一人看了誒，了就是哦，我唔別曉誒，安怎用電話買票啦，我若啥，人學伊只 idea 是唔是伊需要物件，因為伊需要物件是要 practice，伊嘅家己講話，伊唔是伊 content，伊是 mental block， 伊唔是別曉做嘅物件，你是對要 practice 啊，但是講啦，你愛 commit 啦，龍。你若是講你 commit 講，我隨2個月，一禮拜post 你嚟啊！一禮拜 post 你。我係學一個 deadline 啊 ，John。แล้ว學一個 screening ตัวเป็นได้學見嚇，我ตัว Zoom。對。Worst Premiere。是你明 try 看。
迄個 vlog 嘅物件，迄個 daily life vlog，阮真正濟人看嘅就，因為你知影數，伊真正 calming 嘅數，真正有個人看 YouTube，伊人是愛看迄個冷靜嘅物件 ，relax 嘅物件 ，ASMR 嘅物件。有一個查某在韓國啊，伊是我甲你講，伊賺真正濟錢 from just 做呢，你未看到伊面嘅就，伊翕但係是翕伊骹啦。伊無看到伊頭咯，還是看到伊頭阿妹呢？你未看到伊面呢？叫咩名啊？伊是做係咪正咯？伊是名咩樣名？特別伊啊，伊是做做啥咩？Q 厝。四處，伊家己厝，我特自做嘅物件，Surya 做嘅物件，嗰啲，Q 厝住家。我有看呢個，我有看。啲名啊！我俾叫了，伊叫咩名？我去找，我去 copy。伊有真正隻 YouTube award 咧，就係叫Malaysia 嚟啦，咪伊唔知。Malaysia 嚟啊！Malaysia 嚟啊！韓國人嚟，韓國人嚟啦。日本人嘛有攞紅包嘅，日本人是攞紅包嘅。係啦，that's why YouTube 嘅 audience 安尼自己都冇什麼做咩嘥冇人看嘅講。啦。特別啊，嗬，sometimes 啊，人本特別看 YouTube 愛殺擼嘅物件咯。Sometimes， that's why，係你咧，係你就是講你要做 content 是為咗要有 audience 咧，係你個冇想啊。你那是為做 content，你 enjoy content 個冇想。但是講你 enjoy content happens to also see something that you will share， 係你是最好啦。Like inside YouTube inside，so 當見 YouTube 哦。伊人 push 嘅 content 啊 ，on front page 嘅其實是 new 嘅 creators，因為伊人本愛 new 嘅 creators，that's why 伊人個只 advertiser 嘛，成日講老椒下裝嘅啊，伊人冇 push 話人 unless 人 search 人可能愛 small apartment design，伊 push 路淡薄咯，but on front page 路開電視機是看到嘅啊，伊人開始愛 push 下種 up and down。spotlight 成bằng họ hay là xin lắng成嘅，善人成，善人 creator 一樣成 spotlight 嗰樣。所以你會 feel 到講哇，你這人看哇了，你個 motivated 嘛，你個 keep on generate 嘛。特別 OK，講啲 advice 啊。Before 講 advice， 等陣會俾學10日真，睇你啦，到底嚟講 advice 就是講你人I mean 是 not advice 啊，叫做 watch out 啊，就係講攞特別細字，係咪物件？攞特別細字啊，來10日來講講。OK，成日特別啷講，啷弟弟學阿龍。encouragement 弟弟鼓勵阿龍 right， 然後本時看阿龍會家己帶面嘅嘛，然後我 advice 是講嗬，你愛做是會做 ，but try 做這類物件會好你 energize 家己啊，好你家己嘅生活，更加有動力係一種嘅咯。因為人安款做人啦，我人做人真正應對到一個物件是 burn out， 你知？對。burn out 啊，你 burn out 呢，你特別家己有一個時間來 recover 嘅。因為我掉過。burn out 是安怎？我冇掉過。係咪來分享啫？burn out 是想個一想個 already drain 啊，他的腦啊，小便你腦接大，你腦大了就，如果是循環了啊，然後你或者 depression 咧，可能就咁講吧。depression 咧，就 depression 咧。是咯。所以你爸爸阿龍冇。譬如講你爸爸冇經驗過，嚇，10你會分享哦，你 burn out 係，because 講有 burn out 經驗嚇。我 burn out 啊。我 burn out 是這物件風險來嘅，所以一個是我 idea， 大家我就講啊，嚟 client 直愛一個物件呢，然後伊人咪去 open 去學你去發揮你另類嘅 idea，然後第二個就是累咯，你累。但你就來就少係一種嘅啊，一個一個是真正轉，把人嘅類物件來抄，安尼款嘅物件，所以特別 content creator 是 sometimes 就是安尼款咯，人抄類 idea，特別個伊唔是抄啦，伊是上個講
成日講看到路安尼款嘅物件吼，伊來 feel 講哦，OK，個再夾嚟個再做 duplicate 啦，道嚇，แล้ว你 feel 講哦，OK，這裡嚟是成個一胖掉掉啊，你成個 feel 講就嚟就冇意思嘅係一種感覺。啊，แล้ว個後尾你 feel 講你做嘅物件個了吼是。成個試落一道冇意思啊！真係是冇意思，แล้ว一頭啥 blow 嘢咯，啥嘢 light bulb blow 嘢係一種。對我咧 burn out 就是你做，因為你著做嘅物件時，แล้ว你硬硬做嘅時候，還是你對會到個一地步咧，你就是 burn out 嘅。因為你愛做物件，你成個拍唔見去啦，可能你愛做物件，唔是你做，因為你做 because 你正有攤累，所以你硬硬啲做啊，變做你搞個一位，所以你成日就賣去啊，係唔記得賣做啊，放去。為了攤累甲做嘅啦。嚇，仲因無攤累，好你做事為了 OK，話為了興趣個冇事啊。嚇，為了興趣，你要緊就是你特別吹淡薄物件，往時你特別 balance 啊，你特別講。我做幾接線嘅款，就是我攤累，所以你攤累啊，你該做你愛做物件，所以你特別要找你 balance。愛 balance 啊。特別那是你尤其是隻手，我是會聽講古靈精，因為以前嗰個大，你不有經驗過下一步，先至咁叫你家己佢做緊了物件，你個條market，你家己個條 create content，個條 research 係物件，你做緊一步，你會感覺，因為你暑假做物件，特別你是嗰條要對迄個 audience 係物件，你會感覺冇經驗過先做啊，感覺哎呦，只穿。就未啊，未打呢。基本上也穿啊，但係也穿啊，穿咗前面係死啊！我變你頭先聽什麼不拉真講，我變會啊，冇啦，就有人抄，其實有人抄你物件啦。我感覺就是一個 compliment 嚟咯。that means 你 idea 會行。就個其實你其實紅書啊，嗰時係咪 YouTube 嗰時 YouTube 冇啦。YouTube report กันแล้ว中國嘅 platform 啊 tag never too small ก็ลังสี一直頭 literally 一 content 咧 re-upload 去我可能抄嘅物件唔是呢款嘅，我可能抄嘅咧可是 client 佢哋嘅 portfolio， 因為個 portfolio 裏面看到伊人暑假係咩嗬，แล้ว叫別人翕，叫別人翕，我係 style， 呢是 plagiarism 啦，so 係你是了，แล้ว另外就係 burn out 嘅是有啦，因為 recognize 啊，整個我大致做物件嘛是愛 quality balance 啊，我本未按照講啦，整個你按照局咧 typically，你 feel 到成個阿 burn out，但係 feel 到你是按照局，我跟你 share 我按照局。咩人？我局 burn out 咧是，因為我是 naturally 自然是會做物件 ，I mean 是我是一 creator，唔係得安裝，我冇人看，我們是做嘅，我們是找辦法來做物件，這是我自己嘅 outlet 嚟啊。所以我嘅 focus 就是我做工，我有一個，有時阿龍走去困咧好笑，我做工一講我就啲 clubhouse，我哋大兩啲做，我哋幫下。OK，so 我做物件呢，我就是。create 冇啥物件，我做工做 video，edit video， 做 graphics 啥物件，所以我對處時，我做 podcast， 我啊冇做 live stream， 講嘅物件 topic 個冇相，所以我做完全冇相嘅物件，伊會使你個 enjoy 啦，你個 enjoy 最特別冇想成件相一道咯 ，maybe 有可能安尼款是較硬是因為。特別未講本啊，因為我做物件，我 editing 是我嘅 profession 嘛。even 我嘅 content 唔是幫學我自己 channel， 我咪是做 content， 咪是幫到啲我嘅公司嘅 channel 嘛。所以係你本是個 negation， 係你是我做線做到5點6點啊，我就對嘅。然後對嚟時我做白物件，係你我特別 burn out。但是我個對嚟一個自己做我特別 burn out，係咪嚇？所以有時講是較像是做工嘅 burn out 啦，唔是講做 content 嘅 burn out。你講咪是 content 係冇？嗱，咁講我 daily 安做啊。你緊了你唔是 content 還是你個記者咯 ？Everything 是你 content 啊嘛。
對 curation 佢哋project 但你禮拜放一個 video 嘛，但係放一個 video 之前我嚟 plan 成個我經嘛，所以經是 through submission 嗰時我自己吹的，究竟嗰時我一個人 decide 講係咪 project 自己出，我 control 嘅，我唔係人 control，但係成 marketing 嘅做種 YouTube short 上面人教我做啦，但我會 also 關接 magazine 嘅 content。So 我是 creative directors for magazine 嘅，editorial 咧，人是跨字呢，做 grammar 按摩比較嘛人做。So but the whole content 係咪 story 係咪 story但你 issue 有一個 theme 嗰啲是我 decide。係啦，特別然後open 咯，係啦，嗰隻物件我是幫手。有物件人做啦，人成個人 edit video 好我看了我無熟覺哦，我係有 feedback。tapi style feedback 呢，人做嘅 style 可能改個淡薄，我就可以過啊。唔係講話改個100%，係你是，古早我就是做100%嘅哦，係你就是我 burn out 嘅事哦。So my main perfectionist 人無關，你哋所講 internet 是真正奇怪嘅，你做無熟嘅物嘅人就熟嘅。So 呢個是第 in control burn out 啦。是咪好了話 burn out 過哦？哦，常常有嘅啊，本來是愛困做嘅本來。常其實 actually 唔是講一站嘅，係對，往時伊就 concept，你嘅本來是安怎了，安怎過？我嘅本來是 usually 是 because of 人翕遮物件 content， 會驚講等者上嘅物件人看了神嘛，所以。You need to have the idea to hook 人先就，你頭一個 hook 你愛怎 hook 人，或者講你接落來，你 frame 個了差唔多上嘅嘛。So 迄個 idea on hook 啊，你就會直直上咯，直直愛更新嘅咯。then 做了後，有無人看是一回事就，有人看了後啊，嗬，了等者人個帶啲好 comment 個了那個地方啊，你啊激心啊，所以這個真係本鬧嘅。得過一個是 I say no。對，yes，有講咯。Yeah，แล้ว有時 man explain 嘅，你就 explain 嗬，你個個 burn out，成個人 submit 來你人 email 你講因為我大致我收到真係 email 個垃圾嘅，人會講這邊咪驚我你使講我直頭講我所以冇時間，就過關人講我懶時嘅時候咪。有人喺度問咩？有嘅個你講啊，近日早起把你有呢 ，WhatsApp 我個唔知做幾多個 number 嘅，我可以，特別我就冇你，我有你喺啲 number 咩？我直頭 ignore。So harassment 呢，直接嚟 harass 你嘅。你阿邊發講人嘅，你把你講。伊人這邊只 insecure 啊，我跟你講，只 insecure 這邊人。但係你講 content creation 會話唔係 burn out 過咩？應該是有啦，你定得乜講過？ burn out 你是咪做啊？是 podcast 咯 podcast 咯แล้วตอนกินรู้ไอ้เกี่ยวว่า because that day 是我 last year 是我唔是有做 content 是 podcast ใช่ไหม so 成日講住佢話講你做啦，但係我冇 idea 啊，你知哦。แล้ว我會 feel 就講，我想咪做啊咯。你咁是本來你是成 greatest block 嘅可能 block 啦，你講只 burn out 啊，冇講真正經過噶安尼成個路人安尼，特別亂安怎講話，我講我嘅講就是我就是點樣你講嘅，你頭先特別你暑假做物件，แล้ว你自己 enjoy 做物件，你自己做一隻爽嘅物件。第二條就是你特別再講你 capacity 本，你自己會接，你會做到這。自己做得啫，我當然就冇驚講本啦 ，because 我特別我注意我有 detect 嘅，然後我當然我嗰隻白帶面咗，係咯，我自己負擔下陣去我對嚟7點，幾對嚟辦間對嚟，然後就半7點，我8點我教人講 ，OK， 我嗰隻8點正，我8點半就被 start 落去樓下做工，我把做工對啦，所以係你係講固定啦，我對本啦 ，even though 我 enjoy 做嘅物件，係你是特別要講 no 嘅物件咯，所以你再講。
我是安怎我特別有一個點聲，寫做咩事？頂到我對去邊來學，也對去邊來嘅時，就人要講台我要去拄人，係咪我就去嘅啦？嚇死就是我本來是，咁唔是講我冇 enjoy 拄人咗，是因為我唔知講我家己特別有寫家己真正嘅點聲，我想講我嘅是 extrovert 嚟嘛。Me time 嘛，嚇，我家己想講我是 extrovert 嚟嘛，留咗出去咪是好咯。特別我唔知 ，until 我幾日到burn out 後，我就成 depression，然後幾日到上擺我去搞，你知唔知第 burn out 時就是第一 popular 就出名就爆裝出個咧時，我就對嚟我就 crash 時，我就 burn out 就幾日幾日。Then pandemic 起時我爸就係講，我特別有當時人叫我出，人叫我做咩嘢，我講啊 sorry 阿爸，你咪去插人。講安怎人講你懶事還是無插人？你講sorry 我白啊，就過一刷，然後你特別有家己你話啦，所以人特別知講人家己安怎 recharge 點先，人要做下咩物件就 recharge，我咪知講你嘅辦法係咩呢？唔係你我講佢就daily 都直接I就係講安怎去 release 你嘅 wolf 啊，所以我就是看下種無營養嘅 content 咯。哦，你看你小咪怎麼樣講你？小漢啦，小漢尼啦 ，Adeline 啦，古嘢啊，最近你曾經是不是救過一隻狐狸嚟啦？你是看下 garbage content just to 免用腦entertain 冇你叫我看 design 種，我只係屬於 design，你叫我看 design 嘅 content 入邊，我做工時，接起下對，我接起你冇，就啦嚇對，你叫我看 movie 本時啊，我一頭接你下你 cinematography 嘅，然後一頭 blog，對，所以你看下你娃娃本時真正 OK actually，係咩物件？看維娃娃十八啊，18米娃娃。我個錄講，係我ตัว變得學見咯。我ตัวEurope 落禮拜時啊，我就打禮拜對位話講 podcast 出得袂，伊講啊袂啦無影，我俾伊出。是哦，我拍電話伊講啊，講點咪出？特別我是這是唔是人殺嚟人食啲嘢事？冇唔是啊，你個 staff 呢？你個 staff 佢都批協小英嘅。哦，OK，好。So 我 OK，哇，安尼嚴重嘅咩？我 I think 我 burn out 時我係 tuition 了咯，我即個 content 咧我冇啊，我冇 burn out。特別你家己 content 咧，你成日你無啦曬講就有 burn out 啦，你唔是講加錢啦？冇個咧用 AI 啦嘛，特別所以你隨到你家己嘅 method 啦。OK，之後物件就是講咧，我無一個固定，無一個就係講，哦，我特禮拜就要愛出一個 video 安尼款，所以看開淡薄 ，of course 啊，你當時你看到你 engagement 甲你 reach 哦 ，from 喺 Facebook 嘅嚇 drop 甲只 rapidly 啊，特別愛看開咯。對我嚟講，唔知你我真正北海王妃咩？伊我算我輸，because 我本時有在意講我係 reach 啊，我係 reach 啊 drop 了喎，然後慢慢去找一個物件 ，maybe 特別我是食青菜嘅咯，冇是條小英啊，你款了咯，我冇講調工講。我愛去對迄個 reach 啦，我特別去 edit video 啊，迄個呢，就應該會 burn out。特別你rasa你 project 那大，你那用 burn out，because 你會 drop 較懸嘛。成個我做邊個學見後，我係 reach 無大，所以佢真嘅減50%，我唔會走。because 我冇我感覺我冇可以攤類數。係你，嗱是講我後邊咧學嘅，所以啊，最住每句話本嘛，你做咩事買 monetize 邊咧學嘅古靈精，我第一件物件，唔是件，我第一考慮第一隻就是，因為我當然只 enjoy 做邊咧學嘅 content as is 啦，我嘅今日我 monetize 啊，我會對冇暑假了買做嘢，我本身我自己會 worry 啊。所以我本時成日講
我特別邊啲學見啊，特別當機有談，我 actually 讓學我類嘅咧學，唔是講我 appreciate 你咯，學我類學，我定啲我去做 text 嘅時候，把啲算講我 content creation 啦嚇，做錢嘅本錢 ，OK？ 係咪叫 declare？係咪數得地 end 嚟類 look like declare？不，我唔是講我 expenses， 我講我成個我 actually 地 end 就 declare。喂，迄是 consider 我 income 啊，特別我 under 貴唔知貴情況都免 declare。伊唔是講 under 情況我即係有講，但即係 tax 嘅 file 咧要講，特別我是講那些我當然是算了，我唔講物件是我算我 expenses 啊，我本錢啦嗬，是係咪物件？我一年。有比金差唔多 ，maybe 有攞千幾，冇 hardware 啊 ，OK， 跟住 software services 呢嚇，都差唔多 at least 1000塊嚇比金。所以我只係讓地人學我咪嘅一幫助到就係，唔是講借，唔是講借少，唔是少啦。所以我變做我 appreciate 讓地人，但係我做乜咧？估我咪學就是我見講我有成日本，我當然 get used to it 啦。我成日 feel 到講我成日欠人咧，我男細個我講佢就係豆本咧。我覺得 feel 到哎呦，我都冇講真正需要，我唔是講我冇類學你 service 特別，當然實做啊。而家即到係超到變做流浪是 part of 伊個 creation 上，我話講學我 subscription 啊，我 ecam 嘅 subscription。So แล้ว hosting 我係 content 咧。แล้วก็เดี๋ยว Zoom 咧ว่าก็ Zoom website ก็หา website so จะ前面阿龍嗰張你後邊一啲白上面嘅咧我只 try 伊伊冇上 noise screen 啊in noise screen 嚟掉 so 特別講你會看到我另外一個 screen 頭整嘅阿妹嚇只是佢哋頭整阿妹時候why video camera sorry why monitor 哦，即係佢就落嚟咯。你是到底做？我係360嘅 camera 咯。所以伊是相機 camera 翕內邊，你是講？要內邊。I see，所以是360度嘛，所以一個是向頭整嘅向後背。Yes。誒，你真係做360度，誒講單削嘛？你做 ，anyway， 唔是講你未做啦，你會做啦，唔係講你講緊啦，少打當嘅。唔啦，光是單你呢？但你報告過你菜湯看其實會開，嗰物件，係咪物件？我咪講啊 ，content creator 係 call 係數人唔知嘅物件。有一項物件就是講，人唔知講，成日講人做人翕啊，人去 review 啊，แล้ว人做一個 content 啊，是愛用點啥嘅。So 成日有個人會 feel 到講，哎呀，我請，actually 個馬路嘅 restaurant 咧，佢講，會好淡薄類嘅你講咯，แล้ว特別本時 still 有嘅一個restaurant 嗬是，伊冇拍算係好類嘅，就，所以伊成日 feel 到講，哦，我請你食一頓嘅嗬，แล้ว你翕也是應該嘅你講就。Ilang kaki chalu punya. Yes, Hala, itcha. So it's a feel 到 so that's why a feel 到講成日講，哎呦，做這個 content creator sometimes 成日講冇，按照講下人冇 appreciate 咯。Because 是只人 create content 是人看只用嘅。對。So that's why。你是一項咯，尤其是你做較 casual， 唔是就講伊 production 啊，冇講只慣嘅 production 嘅啊，就講即隻影啊，你影做，特別我係 client 會嚇 2 minute 嘅 video， 你咪 hit 5 minute 就夠啊嘛，2 minute 你 video， 人特別時講係咪？我一個 client 會嚟同我講，講咩 ？edit 是只坎坷，對冇？我直地半段 edit， 你問叫我 edit 我直。是咯，我 actually 愛做滿愛做嘅，because 我真係做 document 物件，做只啦、翕攝影啦，係咪嘅咧？我真係熟嘅，你 creative 嘅物件，特別你叫我去 edit video 啦，想看 storyboard 啊怎啊，嚇你是笨蛋。你定住我對面領嘅時候，
人我有翕着只嘛，咁人 anniversary 唔你物件，我有翕着唔知只啦，我翕只特別。你就冇 post，冇寫啊！你家己冇 subscribe，我係變咗 YouTube channel。你家己冇關掉。我 post 只我就咪較 traditional 嘅 video 嘅 content 啊，特別我每時只凊彩嘅就我翕嘅物件，我唔知我唔翕，我唔知 story 係咩鬼，我翕我 document 嘅 moment 嘅，然後我對嚟我過嚟放學我安怎會stitch stitch together something。你昂是靚，昂是無靚都冇差別啊！我就是我翕咗嘛，所以我是寫。我愛看路是係咪咯？嚇？看路愛嘅物件是係咪咯？成日講人是較 casual，成日講人較無安尼介意、無安尼在意嘅吼的。就是安尼看咯，特別有影是有一班嘅人是，伊人是愛水嘅，愛做甲 edit 甲水水，迄個是看你個人嘅一個了啦，一個 preference 啦。特別對我來講，我不是本土哦，係幾就對了啦。你看，係你接起來嘅 clips 啊，咁了有一個啊做個 emotion 啊。有人真正搞，伊人 award 咧，伊人有 emotion 咧 story 啦，是 storytelling 啊。佢是伊人嘅 talent 了咯，佢是伊人嘅 talent 了。嚇，成個愛上我哋物件。嚇，所以就所以我 feel 就講嗬，成日講馬路嘅話啦嗬，我是無講阿佢模仿啊，阿佢學別人啊，你見做就做啊，然後水啊，安怎無啊馬路。Last time maybe 個會個，馬路無啊，馬路就是像啊住講古靈之講嘅就是王菲嘅你看咯，我是個安怎就安怎，你愛來看咪看哦，你講了咯啊。而且你特別，即係人特別安尼 attitude 好，你該 survive。你無安尼 attitude，你該別安尼坎坷，嚇，你該無安尼坎坷。你有陣時有人嗬做緊性咯。你出quotation 可能就係講你這裡嘅字我係做下面學到。你就調成學 recut 性啊！伊嚟甲你講嘅話嗬，你看安怎嗬，你成學 recut 性。無啊，馬路嘅我是直頭講，無我直頭講，我有用我個企咧位啦，安尼呀。我冇我直頭就是啊。我難笑。係啦，我冇講，我冇買你鐳啊。我冇買你鐳，我吹，即係是鐳小姐了啊，無意睇我講嘅話就，人無夠鐳啊，背人講。無啦 ，because 啊，人嗱我不如看中我嘅tuition嘛，所以無專業無上，我是 full time content creator 個無上。對。Actually 有時你驚嘅時候，你 say no to certain brand 嘅時候，依賴 brand 嘅時你愛啊，真愛嘅。成個我能做 content 時，我是翕嘅就是 retrofitting 就是改造嘛，係咧是我能 endorse 嘛。所以有啲 developers 啊嚟找我人就係是學正濟類合裝嘅，因為人起樓嘛。特別我人是人一日本冇翕過，因為是唔是我人做物件，特別伊人就是看我人安尼濟人，安尼濟。伊用佢哋目睭呢，佢哋目睭呢，特別唔是我人愛講嘅 stories 教我人 audience， 所以我人放 audience at the front 啊。即係幫咁啲啊？咁人嘅看戲。冇啊，唔是話。最先嚟就話係你事。哇！我日我唔使。魚娃娃啦，唔是。魚娃娃看戲啊？冇啊。我未記我講嘅到路啊。係咧。唔係講嘢 brand，你 reject 你 brand，你turn down，你 reject 伊唔是你愛啊。其實你 reject 阿咪 brand，你 audience 就係講你對伊人是真正。重要，伊人對你是真重要，伊人 respect 你嘅，所以你當你出下面物件時，人會知講這是你愛可能。但是講直接後，我講一半嘅時間，啷特別去係咧七條老闆親對面下邊會買咩餅，講廣告。你會使，我人做 brand deal 上面啊，我人真正清楚講是 advertisement 嚟嘛。係了 advertisement。特別我真冇時間 advertisement 嘅，我自己。你冇病咧，我先是你應該買喎。係啦，那是你。特別嗬，冇啦，特別成日 content 啊，成日講人變靚真濟咧，佢哋 content creator，馬路是真濟，本是少女嘅嘛，because 人是做 full time 嘅嘛，所以有陣時你一看就是真正假，你就。although 伊人講，即個是我自己去食嘅啦，阿咪啦，然後邊actually 伊人是。
嚇，我 don't mind 啊 ，sometimes 啊，我在可能在講我是記翕了是拍廣告嘅，then in between 啊，咱就對啊翕係咧，咱家己suka嘅，咱有影是咱嘅 favorite 嘅啊，咱下出來啊，so 你有 mix and match 嘛，so in between 啊，人講我唔是講規隻是拍廣告嘅嘛。當今 audience 真正接受你拍廣告，有人在講 content creator 是按做談論嘅啦。是。到 Malaysia 應該是冇一個 law 嘛，嗬，冇一個講是。你就俾 declare advertising，冇個嚇，冇個，特別我。但係有人 forward 啊，成日講我係 friend forward 啊，嗬，哎呀，我講廣告嚟啦，免去講，係免講，免講。嘅叫上線啦 ，because 啊，你一看就知啦，慢慢有可能攞晒人食甲幾多嘅物件，上嘛知，對嚇。誒，當天我看到你7 kilo 嘅小白，是7 kilo 嘅小白，以前人食啲小白嘅飯，啲雞飯入邊嘅食，就 forward 下話嘅，別使講 forward 下話嘅，啊唔是本來我唔係 care 我是得咯。特別對我嚟講是本冇錯啦 ，because 人是愛做這類嚟賺錢嘅嘛，特別是啊，但係我講這類是你家己 preference 咯，你買 burn out 嗬，你咪看咯，你家己suka係咪哦？你若是講成話，你講我哋買做 advertisement，然後我咪無理人嚟講 ，sorry 我冇會。我嗰隻嘢，我希望做 Zermatt。這就是 Zermatt， 我唔知 Zermatt。Then， but anyway， 我另外覺得是 ，I don't think 啊 YouTube 有個啦，即係個零字，你知哦？我是希望講人會學 subscription 啊 YouTube for 冇廣告嘅，因為當然咱只只人看 YouTube， 我是 monetize 嘛，所以我有廣告嘛，但是講。如啦，我是希望講啦，有一個 level 是，但係講你自己嘅，有啊 premium 啊 ，premium 啊 ，premium 啊 ，subscribe to 我，了變做無 content，所以成日講 ，OK， 你一人 membership 冇廣告咩？冇廣告嘅。所以 membership 是，我現在是做 membership 咧，你係使 set 做冇廣告嘅講，好人看。啊，我唔知喎，我。但係你講啊。你 membership price 你自己 set 的嘛，我看你接片有人 play video 就是冇 ads 的嘛。Maybe we try open up 咧，只講佢哋讀佢哋只字，我講咁就特別 at least 只 option 啦。Maybe 啊，我同你講下，你做 membership 嗬，你翕你哋 live 咯。唔係，我咪繼續 content，OK please。What's wrong with 你當見嘅 content 有 advertising 特別不，我是俾可能 option 咯。你先講有人買看廣告，咪 subscribe 咯。แล้ว你買 subscribe 咪是 continue 看。你 content 應該是上我冇講計減嘅，是講你就單廣告。我有 membership 嗬，我人冇做 extra content 嘅，是 either 你看 YouTube normal 有 ads 嘅，還是看你家己 pay membership 是冇 ads。後來我做是 pay membership 嗬，是揸1磅。哦。Yeah。OK。所以你係磅講是拜6磅嘛，拜6人多出會使聽嘛。但我 normal 是拜1天咯。而且我是想我 maybe try 看有人 ，because 有這人。成個隻人學你，我俾學有 option 就對啦。頭時我是買冇 monetize 時，我是想講，哎呀，man 下面做一面去想，所以那是當佢我學你 option 嚟講，你愛 support 邊啲學件，你會使個，喺你我有 report 啦，成我係 income from YouTube 嘅我有 report 咯。then 你人愛學你 super chat 啊，係咪物件㗎啦？係你是每時我唔知係咪幾 percent 啊，40%個就。係幾 percent？45% 冷笑，一樣笑。55%冷笑。55% 冷笑，所以差唔多一半。但所以有啲人係嗰個我俾你笑嘅字，所以一期白嚟為何成 coffee 啊，還是你在邊啲學見，你叫話邊啲學見.com/support。你叫咩看？對看到啦，然後到底下邊你就看到冇相為 AGC 比較，特別我俾好像就 actually another option 呢，就是。那是樣買看廣告嘅，你會使 subscribe，特別我唔知邊度做你咧。
Malaysia subscribe 是用 US dollars 還是 Malaysia 類？一個月10塊 ringgit 少謝。OK， 那是 free 嘅，但是少你 free 你咪免好咯。特別我唔知10塊是幾類，10塊揾6塊呢？冇4塊，冇啦6塊半，6塊半嚇，6塊半。你 OK 嘛？我 at least feel 隻 option 就是講你買，就是講你買聽 ，because 你冇我冇話 anything 嘅，你買好不要緊嘅，你咪 try 我一啲，佢10塊人subscribe 啊。Anyway， 你 add 隻 kiss 到頭正嘅事 video。OK，感謝大家啊！我冇聽你講馬來西亞嘅 content， 即個特別佢白講，當然話點正攝個，但即是 content creation 及手個片本是 content 咯。定之是我係即係我係另外一個 channel， 輪我講埋 audio 嘅，然後咪話講。你會使教我講你 setting 上面哦，哇！即 mixer 佢咪是一個麥，有冇上 setting 嘅嘛？你我特別講啊，我 setting 上咧特別女人 setting 是冇上嘅，所以我就冇 share 可能咯。但係特人哋啲問話講，你咪插我人有冇人？我必再講你 setting 上面，所以我咪是 create 一 shot 咯。I mean 冇上冇 shot， 即 shot 是按照 select 你做你 compression， 即是按照做你 noise gate， 咪做。你是我 recently 即係 last week 時就能講啊。伊講意思是講，Oh my God, are you calling this content? 就 Are you calling this content? What's the point of sharing your setting? 伊講啊，然後我講it is content. Are you consider this content? What is respond 講？It is content for those who ask me to post. Thanks for asking your question. Because 你即人愛講，佢咪對講就對啦。content 冇 content 啦，當然及手及片咪就講嚇啦，你及手及片本講 content 啊，少，唔是 content 冇。OK，當然 content 講了。讓希望禮拜六佢都嚟收聽過啦嚇，感謝禮拜再見吧。哎呀，唔見嘛！聽咗兩位個 episode 到這邊的，這邊一開電話聽，等下就真係點錄音嘅事，你同啲咯，我咪做錢咯。OK，那到時 maybe 這 episode 出嚟時有可能有 subscription 嘅，bye。